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发生一件假车号真芳票的案件。这个嫌犯生伫台南永康的大湾，用机车来制造假车号，等被害人落车了后，另外一组人现身加压就车。为着要制造长点，这个嫌犯是舞100连趟，先甲被害人的车驶到屏东，结果驶转去台南甲烧掉。同时甲被害人押到婚林了后，坐私人的船到平湖，甲软禁伫个民宿。软禁3天了后，警方接到通报，赶到平湖，甲被害人救出来，抓到7个嫌犯。是毋是就是金钱的纠纷引发到乌食乌？爱阁厘清。轿车驶入巷仔底，甲乌多摆小 A 车主落来看呢，后壁向向出现一台车，甲一个查甫人强压这个姓陈的车主上车。当时被害人在这里喊了好几声救命之后，接着就被强压进后车厢，随即带离现场。我救人，惊死的，我即马个个会惊。吵架吵完之后，后面那个躲在那边的就出来。虽然被害人一力量嘛是被押走，这个假车号真抓人的事件发生伫台南。7十暗时，姓陈的被害人驶车到台南的大湾，嫌犯制造假车号去押人，为了制造长点，被害人的车驶去屏东，作案的车驶到台南新化，烧掉被害人，被人押到婚林偷渡去平湖。警方得到消息了，先伫台湾抓到3个嫌犯，一个追查发现讲，嫌犯已经往这个平湖过去啊，以快艇接应了，再搁坐轿车去到白沙乡，将被害人软禁伫民宿。警方到现场了，先抓到负责接应嫌犯，继续追查，昨伫白沙乡立骨塔抓到4名嫌犯，伫车内底救出轰掠去3天的被害人。犯嫌一直在移动，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处所。嫌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在一辆车上予以围捕，予以逮捕，救出被害人。经过了解，姓陈的被害人进前因为甲这个姓齐的嫌犯发生纠纷，姓齐的查某人一直唔甘愿，所以讲找朋友制造假车号去抓人。目前警方总共抓到7个嫌犯，这个金钱纠纷敢是乌食乌？警方还阁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